移居英國嘅最佳時機57歲前。移居英國嘅香港人越來越多，但有一個好少人討論，但又好影響老年生活嘅問題就係乜嘢時候移居先至可以攞到國民退休金嘅資格呢？英國規定好清晰，要領取基本退休金，必須累積10個合資格年度。現行制度下，只要一年收入達到6396英鎊，即使未實際繳交國民保險金，年嗰年都可以視作合資格年度。不過呢條規則好可能將來會變得無關宏旨，因為政府正研究將定居門檻提升至每年收入12570英鎊，屆時要喺英國落地生根，幾乎自然會兼得合資格年度。值得提醒嘅係，雖然英國容許補買未繳嘅 NI， 但只能補買抵埗後嘅年份，抵達英國前嘅年資係冇辦法補返。現行制度亦唔容許延遲退休去儲夠年份。對港人嚟講，退休金嘅計時器就係抵達英國嗰一刻先開始，愈遲來愈少時間累積。咁點解係57歲？因為英國而家嘅退休金領取年齡係66歲。仲會逐步提升至67歲。如果你喺57歲後先開始累積年資，就儲唔夠10年，即使交咗年都無法領取國民退休金。英國嘅工作市場好有彈性，達到12570英鎊根本唔困難。送貨、清潔、剪草、補習、理髮、砌家私等等，全部都係常見嘅自僱工作。如果鄰居或者朋友有需要，你都可以幫佢哋提供收費服務。更重要嘅係，英國自僱起步好容易，只需要喺稅年完結後嘅10月前通知 HMRC， 翌年1月前報稅繳稅就得。由於免稅額係12570英鎊，所以低收入人士嘅稅負都有限。對初到英國生活重整嘅人嚟講，呢個係最低門檻、最有彈性嘅收入來源。移民係人生重大決定，制度清楚，賬目算清楚，腳步先至可以踏得穩。對打算喺英國安身立命嘅人嚟講，57歲前出發，無疑係更安全、更有餘地嘅選擇。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下次再見。